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介紹分享頻道啦。咁首先恭喜大家已經完成咗我哋嘅華夏杯晉級賽。咁跟住落嚟咧，等緊大家嘅咧就會係我哋嘅全國總決賽啦。咁喺呢個介紹分享頻道裏面啦，我哋會同大家講下一啲關於我哋總決賽嘅內容嘅。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啦，多年嚟咧集合咗中港澳嘅數學精英啦，喺公平公正嘅平台上面競賽嘅，不斷為華人地區發掘啦同埋培養呢個數學專才。而華夏杯亦都唔止喺中港澳地區受歡迎嘅，近年咧亦都受到海外唔同國家嘅追捧。繼新加坡、印尼、菲律賓同埋馬來西亞之後啦，2024年咧再增加咗印度同埋泰國賽區，比賽嘅激烈程度啦同埋含金量咧係不斷咁提升嘅。隨住疫情受到控制啦，全國總決賽嘅地點咧亦都回歸啦各個主賽區嘅主賽場。屆時咧學生可以感受啦嚟自五湖四海嘅數學精英聚首一堂嘅場面，令到各位學生咧得到一個難忘嘅體驗㗎。而今年華夏杯嘅總決賽咧就會喺2025年5月11號啦，喺香港舉行嘅。作答時間方面啦，就由小一去到中三啦，都係90分鐘。全卷分為3個部分，一共25題，滿分係120分。甲部咧就有第1到第10條，每題3分，一共30分。乙部咧就有第11去到第20條，每題5分，一共50分。而丙部咧就有第21去到第25條，每題8分，一共40分嘅。咁喺大家了解咗咧，我哋嘅比賽究竟係幾時啦，同埋喺邊度舉行之後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最緊張嘅咧，一定係個獎項啦。咁喺華夏杯決賽嘅獎項方面啦，每級咧都會設有呢個狀元獎，即係每級嘅第1名。然之後咧，每級嘅第2啦，去到第10名啦，會獲頒呢個特等獎嘅。然之後啦，每級嘅頭10% 啦，將會獲頒一個1等獎。再跟住嘅20% 咧，就會獲頒呢個2等獎。再跟住咧嘅30% 咧就會獲頒呢個3等獎嘅。咁喺獎項方面咧，大家都應該了解咗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大家應該會想知道一下，究竟我哋會喺呢個決賽度見到咩題目咧？喺後面嘅部分，我哋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。以下落嚟咧係其中一種啦，大家會好想啦喺高小嘅奧數比賽裏面咧見得到嘅題目。好啦，呢種題目係講乜嘢嘅咧？咁佢咧有個名嘅。就叫做工程問題，咁佢咧係點樣嘅咧？咁我哋咧望一望先。好啦，條題目咧就話啦，小明咧做一份工作咧就需要10日，小強咧做一份工作就需要15日。如果兩個人咧合力做同一份工作咧，就需要幾多日咧？咁點樣做咧？好啦，我哋見到有個10字，有個15，咁我哋加埋佢啊。好啦，咁你會即刻發現好怪嘅，明明小明咧做嗰份工作咧用10日。小強咧就做15日，但加埋佢咧就做25日，一定唔啱噶啦，係咪？咁我會見到個工作日數係唔加得嘅。咁問題嚟啦，咁我哋有乜嘢係加得㗎？佢哋合作喎，咁一定有啲嘢加埋㗎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加埋嘅係咩咧？就係佢哋每日做嘅嘢啦。乜嘢意思啊？呢樣嘢咧，我哋會叫做工作效率。我哋首先睇下小明嘅工作效率先。好啦，小明嘅工作效率，佢就同我哋講啦，佢咧做一份工作需要10日，即係佢每日啦做幾多嘢啊？佢每日就做成份工作嘅1/10。咁相對地啦，小強嘅工作效率咧，小強咧做一份工作需要15日，即係佢每日啦會做成份工作嘅1/15。而家佢哋合力，咁我哋咧將兩個份數加埋，就知道佢哋一日會做幾多嘢啦。好，加埋佢，咁啊會見得到兩個人合作嘅工作效率咧就係1/10加15/1，所以我哋結果會有1/6。即係話佢哋兩個人合力嘅話咧，每人唔係每人啦，係兩個人夾埋啦，每日啦會做1/6嘅嘢。咁幾多日先至做完啊？每日做1/6，咁用6日。咪可以做完咯，所以個答案就係6啦。好，有冇問題？如果冇問題，我就繼續落去嘅咯噃。好啦，咁以下落嚟咧都係其中一種啦，大家會好常啦喺小6級見到嘅奧數題目嚟嘅。咁有個名嘅就叫做濃度問題。好啦，濃度問題通常就講咩？就講緊可能我哋有啲化合物啦，或者鹽水啦，混合完之後咧，佢會發生乜嘢事咧？咁我哋一齊睇一條題目先。條題目咧就話啦，如果將200克濃度為20% 嘅鹽水啦，同埋300克濃度為40% 嘅鹽水混合，問混合之後嘅鹽水嘅濃度係幾%啊？咁點樣做啊？咁
咁我哋首先分析一下先。首先，200克濃度為20% 嘅鹽水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呢200克裏面咧，當中咧有20% 啦，其實係鹽嚟嘅。即係有幾多鹽啊？200嘅20%，即係40，所以咧有40克嘅鹽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另外啦，佢除咗鹽之外有啲咩啊？鹽水啊嘛，咁剩低嘅當然係水啦。咁有幾多啊？有80%，亦即係有160克嘅水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分析完第一個鹽水啦，咁第二個鹽水又發生咩事啊？好啦，第二個鹽水咧，佢就係300克嘅。好啦，佢咧就有40% 啊，就係呢個鹽。300嘅40% 咧就即係120。咁而剩低嘅咧，剩低嘅60%，亦即係180克咧，就全部都係水。好啦，而家咧我哋要做咩啊？要混合佢喎，混合佢即係撈埋佢啦。咁撈埋之後，我哋要知道濃度嘅話，我哋首先要知道撈埋之後有幾多係鹽。撈埋之後有幾多係鹽咧？咁我哋左邊嗰樽啦嘅鹽水咧就有40克係鹽啦，右邊個樽咧就有120克，所以加埋咧就係40加120，亦即係160。好啦，然後成樽混合之後嘅鹽水有幾多咧？原本嘅鹽水就分別係200克同埋300克，所以咧混合之後鹽同水嘅總量咧就係原本嘅200再加300，所以即係500啦。而呢500克嘅鹽水裡面啦，有160克係鹽嚟嘅，咁所以個百分比係點樣計啊？將160除以500再乘翻100%，即係32%。所以呢條題目嘅最終答案就係32%，亦即係32%啦。OK， 如果冇問題嘅話，就繼續落㗎咯噃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呢度咧，我哋會有一啲題目咧，去俾大家咧嘗試試一試新手嘅，都係前面講過嘅題型嚟嘅，咁大家可以努力試一試咯。咁樣咧，我哋要分享嘅題目就呢幾條啦。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嘅答案啦，其實就會喺呢個影片嘅最後嘅。好啦，咁就希望大家再聽埋我哋剩低落嚟嘅介紹咯。咁跟住我哋就會喺最後咧，就俾翻個答案大家睇噶。而跟住落嚟啦，我哋就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我哋奧數協會嘅積分獎勵計劃啦。我哋嘅獎勵計劃咧，如果你參加我哋華夏杯總決賽啦，如果你得到各級嘅前3名，你就將會得到8分。如果咧得到1等獎，你將會得到6分；2等獎咧就5分；3等獎咧都有4分嘅。而累積一定分數咧，例如啦，你累積到25分啦，就可以成為我哋嘅 Pioneer；而45分啦，就可以成為 Legend。而咧你嘅積分去到全級嘅前3名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成為我哋嘅 Legend of Legend 啦。而為咗咁多位咧想挑戰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嘅同學仔啦，我哋奧數協會咧就安排咗呢個華夏杯全國總決賽特訓計劃，一節課時咧就長達3個鐘，100% 完全模擬比賽實況，令到各位咧可以熟習呢個比賽流程同運作。而且我哋咧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，按官方授權資料去分析模擬試題，同坊間嗰啲一般分析咧係完全唔同嘅喎。如果各位有興趣報名我哋呢個特訓計劃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呢個全國總決賽邀請函上面報名。如果你話，咦，我想報名課程，但係又冇時間過嚟上實體課喎，咁點算好咧？咁你都可以選擇報名我哋嘅線上特訓課程嘅，內容同實體特訓計劃係相同嘅，
都係由有經驗嘅奧數導師啦喺影片裡面分析模擬試題。特點係佢唔受時間同地點去影響你嘅學習，60日可以無限次重溫模擬試題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喺以下呢個網站度報名。咁最後咧就預祝各位咧喺我哋嘅比賽度咧脫穎而出，希望咧喺我哋嘅頒獎台上可以見到大家。拜拜。